为了要保卫我们的家园，所以呀，他们都会把他们的身体都练得都非常的强壮呢。然后我们拉美的人呢，他们要表现的舞蹈，就是他们保卫家园的气势，然后展现出他们平时练习的力与美，然后。他们会展现他们的力与美，所以等会儿呢，你们慢慢欣赏他们展现他们的气魄。好，欢迎我们的勇士们。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的演出是这么的强而有力哈？虽然中间有一点点的小凸槌，可是哦，我可以跟你们介绍一下我们部落文化团。其实呢，我们部落文化团里面呢，有很多是我们非原住民的朋友。只要是喜欢我们原住民文化的朋友呢，其实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哈。那接下来。